如果可以返到10年前同18歲嘅我傾偈，以下呢幾樣嘢係我會同佢講嘅。第一，俾多啲自信。我記得18歲嘅時候，我係極度冇自信，因為佢係我人生一個好大嘅轉變。18歲係我升大學嗰一年，而我入咗香港大學，但係都令到我好大壓力，好唔開心。因為我中學係讀 Band 3，係一個屋村學校，細個成績唔好，屋企又冇錢，即係唔係一個富裕家庭，讀書又唔叻。跟住我好記得入到香港大學入學嗰一日係好大衝擊嘅，因為你見到身邊嘅人個個睇落都好叻，而我當時係我自己一個去入學嘅，因為我身邊冇同學可以入到香港大學，我身邊冇朋友陪我一齊去，而我見到全部人都係一 pair，然後一堆朋友一齊行，咁當時係令到我勁大壓力啦，同時都好冇自信嘅，即係可能唔敢講嘢啦，然後唔敢同人傾偈啦，然後我好記得我唯一一個長處就係打波，淨係識打波。嗰時打手球都還好，都唔錯嘅。咁我記得去到宿舍，即係住宿舍當年，就係識打波，然後喺個打波入邊都拎到啲自信。但係喺打波以外咧，我係極度驚，然後好多嘢都唔敢去做，唔敢去試。即係例如我返學，我喺學校個 lecture 度，我係會唔敢講嘢，一定係坐最後，即係完全唔敢去同側邊人傾偈，因為我唔知講緊啲乜啊。因為我中學係一個中文中學，然後上堂係用英文，全部嘢都係好自然地發生，啲人就覺得理所當然就會識或者會聽得明，但我係聽唔明，完全聽唔明，跟住就會好驚啦，就會好慌啊，唔知身邊啲人點樣睇自己，唔知我係咪真係有能力讀香港大學。我好記得有一次我讀錯咗個英文字，然後俾一個朋友 kind of 又唔係朋友，即係會講嘢嘅人，佢又唔係特登笑嘅，但係佢會有一種咁都讀錯嘅講法，咁然後就令我更加自卑，又令到我做好多好多事都唔敢去嘗試。即係例如我會唔敢去努力，唔敢去識我想識嘅女仔，唔敢去溫書，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努力咗我都唔識，咁我就係失敗。但係如果我選擇去逃避，我唔去努力嘅時候，咁失敗係一個正常嘅事嚟喎。咁所以我就用呢個方式去逃避。咁但係如果俾我返去10年前，我會同自己講，欣賞多啲自己，去選擇相信自己，就算你比別人嘅起點差，起點比較低，都唔影響你作為一個人嘅價值。即係我喺呢10年嚟，點解我會努力去學好多嘢，去讀書，去拍片，就係我想裝備自己去一個盔甲，去令到自己有能力去自信。但係如果俾我返去10年前，我會同自己講，其實就算你冇依家呢一套盔甲，你都係一個有能力嘅人，只係喺某方面你一定唔夠人叻，好正常嘅，因為冇人係全能。即係一個人讀書又勁，打波又勁，乜都勁嘅話咧，咁佢真係好勁。即係呢個世界真係有呢啲人嘅，但係好明顯我就唔係，而我都唔需要因為我唔係呢一類人而咁唔開心，咁唔自信，咁自卑。咁所以如果俾我返到去10年前，我一定會同自己講話，喂，俾啲自信自己啊！其實你唔係真係咁差，而我相信如果我有自信嘅話，係會令到我會多好多精彩嘅生活，或者會多好多精彩嘅回憶。第二樣嘢會同自己講嘅就係去做多啲困難嘅事，去挑戰一啲人哋眼中好難嘅事，冇可能嘅事。因為我依家慢慢發覺，當一件事你好唔想做，你覺得好難、好大阻力嘅時候，正正就係你越需要做嘅事，正正就係你會成長得越多嘅地方。我記得入到大學18歲嘅時候，我係放飛自我，即係我係真係第一冇自信，唔敢去做其他嘢啦。第二就係我俾大學呢個環境去影響咗好多。
即係我會覺得好多姿多彩，然後遇到好多難嘅事，我會放棄，即係我會選擇去做一啲易嘅事，去做一啲自己擅長嘅事。咁例如我遇到一啲難嘅課題嘅時候咧，如果用翻中學嘅心態，即係中六讀書嘅心態咧，我一定會努力諗方法去讀好佢。咁但係去到大學咧，我就覺得太難啦，算啦，唔緊要啦，做啲簡單啲嘅嘢，例如係咩咧？玩打機，用啲方式去逃避。咁當時嘅我係有諗過去學寫 coding 嘅，即係學電腦一啲知識啦，因為我對電腦方面都有興趣嘅。咁但係我睇咗1-2個鐘嘅 YouTube 片之後，發覺哇咁難嘅，真係好難喎。咁我就選擇咗放棄，然後淨係去返打波，然後勉強地應付自己嘅學業。但係如果你問我當時我堅持落去，咁我依家會唔會多好多人生嘅選擇呢？未必，冇人知。咁但係如果我個 mindset 喺18歲已經有一個好嘅諗法，去選擇學多啲唔同嘅技能，學一啲難嘅技能，即係無論係音樂又好，coding 又好，語言都好，我相信對於我一定有好大嘅幫助。咁當然當時嘅我都學咗做 gym， 即係我當時係日日去做 gym， 因為嗰時冇嘢做，喺大學住宿舍，就每一朝落去做 gym， 係令到我學咗好多嘢。即係我都因為做 gym 帶俾咗我好多唔同方面嘅嘢啦。即係例如我拍片，我讀物理治療，我做健身教練，即係所有嘢都係 base on我做 gym 開始。咁所以我都好榮幸當時我堅持咗去做 gym。但係如果俾我翻去10年前嘅話咧，我會同自己講，再勇敢啲，試多啲唔同嘢。18歲係一個試錯嘅階段，唔應該係去做一啲簡單嘅嘢，因為你有好多試錯成本。你唔怕失敗，最怕你唔敢去失敗。咁依家嘅我就係保持住呢個心態，雖然可能喺人哋眼中已經遲咗，但係我會想同10年前嘅自己講，就係去做困難嘅事，而做困難嘅事基本上90%都係失敗，而失敗係為你成功提供養分。咁第3樣嘢我會同10年前自己講嘅就係唔好當所有嘢都係理所當然，即係唔好當你身邊嘅人永遠都存在，要好好珍惜眼前人。我好記得當時嘅我係冇體會過乜嘢叫生離死別，即係冇體會過至親嘅人會離自己而去。我會覺得所有嘢都係咁嘅喎，即係一定係永恆不變，即係我屋企一定會永遠喺度，我愛嘅人永遠都唔會離開我。淨係諗到一個最好嘅情景，就係我畢業揾錢供養我父母，令到佢哋有個好嘅生活。但係冇諗過係即係幾年之後，21歲，我最愛嘅屋企人過咗身。咁當時係好大好大嘅衝擊嚟，係真係會覺得呢個世界崩塌咗，係冇一個勇氣去面對呢個世界，因為佢係我唯一一個努力落去嘅原因喺當時，而我係接受唔到佢嘅死亡。但係我好後悔，我係極度後悔自己18歲至21歲呢一段時間冇好好去陪佢，因為我覺得佢永遠都會喺度。而當我覺得佢永遠都喺度嘅時候，我就冇去盡我應該要做嘅責任，冇趁喺嗰段時間見多啲我屋企人。即係我好記得當時我係成日都住 hall， 1-2個禮拜先返屋企食飯一次。即係如果我可以返去10年前同我自己講，我會叫佢，你可以嘅話就返多啲屋企，去見多啲屋企人，去同佢傾多啲偈。因為直到佢走咗嗰一刻，我都冇乜點同佢好多耐心去傾偈。因為去到後期佢已經好辛苦，已經唔係好即係唔係好講到嘢，已經神志不清，已經講唔到佢想講嘅嘢，而成件事係好急嘅。咁但係去到依家我都唔知佢好多嘅故仔，我都唔知道佢好多內心嘅諗法。咁呢個係我覺得好遺憾，都係一個好唔開心嘅一個位嚟嘅。咁但係即係咁多年嚟已經過去咗，已經 handle 到，已經覺得放下咗。咁但係如果俾我翻去10年前，我一定會同自己講，你要好好地去珍惜你嘅屋企人，你要好好地去同佢傾多啲偈。而呢一點我相信喺我依家就算同我自己呢一刻講，
都係值得嘅，即係都係對我呢一刻嘅提點，就係唔好當所有嘢都係理所當然。意外話嚟就嚟，要走就走，咁所以唔好再俾自己一個後悔嘅機會，去俾自己好好珍惜眼前。唉，有啲沉重，講返啲輕鬆啲嘅。咁第四樣嘢，我會同10年前自己講嘅就係唔好俾仇恨去蒙蔽咗自己，唔好俾仇恨去操控自己，同埋要學識放手。因為10年前18歲入到大學，會識好多唔同人啦，咁你會有好多識到異性嘅機會啦。而當一個人嘅知識跟唔上佢嘅衝動嘅時候，佢就會做好多傻事，咁就會做好多年少氣盛嘅事。咁我當時識咗個女仔啦，咁當時係覺得一定會同佢好幸福，一定係覺得行到好遠，好鍾意佢。但係唔知道其實好多嘢都只係一廂情願，或者背後有好多嘢係俾人隱瞞咗。咁到我知道嘅時候，已經覺得好嬲，係歇斯底里咁樣去發癲，然後就拖拖拉拉咗一段時間，即係會係咁諗點解佢會咁樣對我，點解我咁鍾意嗰個女仔，然後換嚟嘅咁嘅結果。咁當時係唔理解，係想所有嘢都係自己控制之內，即係好大嘅佔有慾。咁然後當時就好嬲啦，咁嬲嘅時候就會做好多傻嘢，即係對自己又唔好嘅，飲酒又好，去傷害其他人又好，咁令到自己好多行為都諗返轉頭係唔應該咁做，係可以做好啲，係可以成熟啲嘅。同埋要知道點樣去離開一個人。如果嗰個人對於你嚟講係一個 toxic 嘅存在，咁但係當時梗係唔知啦，18歲係會俾好多情緒、情慾所影響。咁所以我會同自己講就係唔好俾仇恨控制自己。你控制唔到其他人，而你唯一控制到嘅就係你自己，去點樣對唔同人，對嗰個人。人哋要點樣對你嘅係人哋嘅事，放低個仇恨，去接納所有發生嘅事。咁呢個就係我希望10年前嘅我知道嘅道理。咁最後一樣嘢想同大家分享，我想同10年前自己講嘅嘢。咁我哋行住講啦，因為我陣間依家行返屋企，我啱啱跑咗5K 去咗啟德，陣間都要行半個鐘，所以就行住同大家傾下偈。咁最後一點，我會想同自己講嘅就係你嘅人生會比你想象中精彩好多，即係你嘅人生係會多好多你冇諗過會發生嘅事，而呢啲事係好精彩、好好玩。因為當時嘅我係處於一個好迷茫嘅狀態，我相信18歲入到大學嘅人，大部分人或者唔好大部分人嘅，應該都有唔少人係會好迷茫，唔知自己想點。尤其是我相信喺依家呢個年代，大家更加迷茫，因為 AI 出現咗，失業率又高，跟住冇人知道5年後係點樣。咁所以你入到大學嘅 Year One 同你4年後已經可以極大嘅改變啦。咁但係當時我處於一個還好嘅，即係未係一個咁大轉變嘅環境嘅時候，我都好驚、好迷茫。咁當時我係諗住一畢業咧就去考消防，因為我覺得自己冇任何才能，而消防係一個相對穩定，即係對一個平常人嚟講係一個好好嘅工作嚟，所以我係冇諗過去挑戰其他嘢，因為我就係諗住一世做消防，然後再去過咗我呢一生。我喺呢10年發生嘅所有事，我都係覺得，竟然會發生咗。例如我做咗健身教練，冇諗過；去玩健美比賽，冇諗過；去讀物理治療，諗都冇諗過。咁所以我會同10年前自己講，迷茫係正常，但係你唔需要太擔心。你嘅起點唔等於你嘅終點，而你只需要努力去活好每一日，只需要去確保你每一日有少少嘅進步，
已經可以為你嘅人生帶來一個好大嘅改變。咁所以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我會同10年前自己講嘅嘢啦。咁唔知如果俾你返到去10年前嘅時間，你會同自己講啲乜嘢？咁歡迎可以喺個 comment 度同我分享下啦。咁大家傾下偈。咁我哋就下集再見啦。